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是眼界，到底你感觉即马即个所谓的粿仔条，你敢食吗？米卡困酸讲是爱改名，讲因为香手甲米牵连无遐大，事实连来源伫倒位到即马还阁毋知影，也阁有发家会比物件，咱到底以后伫厝诶要安怎食？今仔日专家甲咱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点家病院医学中心动物科研究员林中英。主持人好，观众好。那么第二位，咱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咱营养师李家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在线顶，咱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廖启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感谢所长。咱先来看，到底这个宝林地色食物中毒这个案，到目前为止，17个例验到有米甲困酸。那么台北市政府早起的时阵表示，餐厅的环境、一寡道具、甲菜店，甚至工作人员的手拢有采验，结果发现原来是煮食的人的手验到有一个米甲困酸。台北市长张万安表示，会过来了解是料理的过程，也是材料有问题。外界嘛真烦恼，敢会无法度找到米甲困酸中毒的源头。在这件事情上面，宝林你的责任跑不掉。原定下晡举行的记者会是临时提早到早起10点开。台北市政府的局长是摆一摆，公布宝林地色食物中毒风波上新的检验结果，第手的样本是检验出米卡困酸的阳性反应。第一时间所采集的基证包括生物跟环境两个刀具、砧板，还有手部的生物基证，那我们都一并送台大实验室检查。那我们也即刻将检查结果告知检方。调查员第一线所采集到的这个手部样本，竟然验出了所谓的毒素的存在，这是很直接的证据。宝林地色目前是加起来有17例米卡困酸检验阳性，其中有2例死亡，5例住院。目前伫加护病房的病人，敢有需要换肝？台北市政府回应讲，肝脏的医师是需要全面评估，因为患者脑病变含腰子的衰竭，有可能互肝的医师效果歹。虽然讲个案的检体拢有验出米卡困酸，但是关键实在粿仔条却无验出。外界就好奇讲，宝林案敢会变作是无头的公案？答案越不明显，那这个所谓的推论它所产生来这个需要预防的这个范围就会越大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也不会说就悬啊。餐厅的环境含生物证据验出米卡困酸阳性，所落来都要厘清毒素的源头和途径。台北市政府公布通知检警，而且等台大法院所完整的报告出来了后，会正式送交。检察局嘛，当地透过监视器的画面了解现场的状况。社会局嘛表示讲，亲像洗肝目前是无健保的给付，会尽全力来纳患者所有的医疗费用。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家看到这个台北市政府以及卫福部的这个记者会啦，看起来也是无啥啥，但是部长甲咱讲查袂出真正的源头不要紧，咱是扩大防守的范围啦。哇，搭这声，咱伫厝诶是要安怎食，嘛变做最重要，还是讲平常时要处理的流程，咱是毋是爱搁检讨一下吼？当然我也是想讲，要了解讲，是安怎是这个。煮食的人的手有验到，这个粿仔条无验到，这是要安怎食？食去这个人的腹肚。虽然这个化验的时间已经拖了真久啊吼，我要先来请教咱伫线顶的这个廖所长。所长你好，是你好。所长，这个代志到即马为止你家己个人的看法尤其即马今仔早起的消息出来讲这个煮食的这个厨师大师啦，
讲哦，伊手内面有啦，但是伊验的时阵已经20几号安尼。安那会遮厉害？这到底这是整个环境拢有，才有可能20几号去验的时阵才有，这是安怎一个推论啊？是，即摆验出来有诶是这米甲混生啦，吼，这毒素。啊，这毒素并不是微生物啦，吼。那毒素本来存伫遐，伊就一直存伫遐，也袂讲去拍无去啦，所以即摆验出来讲手有发啊，但是即摆问题就是讲伊来源是伫倒位啦，因为这需要伊迄个菌来产生即个毒素，啊，才会去个。所以菌要产生毒素，即摆有普通人在讲，即个菌需要有伊生长的环境需要有即个淀粉啦，吼。啊，所以讲伊嘛伫外国来看，拢是玉米啦，啊是其他淀粉米，啊鸡仔条内底可能嘛有玉米，啊所以可能是啊，但是伫迄个生产的新鲜的鸡仔条出来，即摆摕去验拢无啊，因为这可惜就是发现迄日会食的物件流出来，拢已经拢无看到，所以你尾啊去采取的这样品吼，就较无法度讲直接是迄个样品，但是用推论讲，可能两个较我可能是两个原因啦，一个就是迄个鸡仔条吼，放伫遐伤久。足久的时阵，多迄个菌入去迄个内底，啊，有伊迄个时间咧生产即个即个菌内底产生即个毒素，啊，这需要一个时间爱产生这。啊，另外就是有可能是伊迄个一把酒吼，较特殊的即个风味，所以需要把调配料，调配料内底可能即发生这边。啊，所以但是即摆验起来就是讲。这个主病伊的手面顶有这个素，就表示伫这个环境内，即摆只是讲来源甲所以迄个菌还未找着，啊，迄个菌要培养较无简单，需要伊个时间。我看这迄个卫福部已经有咧做这培养，看会当培养出来。所长，啊，你有赞成讲这个米甲菌酸吼？啊，甲改名，你敢有赞成？改名当然是，这吼当然是上早发生伫迄个印尼啦吼，啊，所以讲是讲迄个椰子水啊啥吼，迄个当做天贝啦吼，啊天贝普通是用黄豆去做啦，啊但是伊无一定要黄豆，所以后壁有人用椰子呢啊椰子这吼啊压榨出来做油啊，这啊去做，啊大家。大陆的时就是讲，有人玉米啊，玉米落去做发酵吼，伊玉米发酵可能爱发酵咧10天20天，所以这个过程中，这个菌啊落去啊，伊有可能就产生这个啊，所以这是甲一寡淀粉有关啦，啊，这甲淀粉有关的是，普通讲玉米啦，啊是这椰子吼，内底有的这个成分吼，分开来。啊嘛，但是伫大陆内底嘛有发现讲，米内底嘛是有可能有啦，啊，但是大部分是玉米甲即个椰子相关的较侪啊，所以这个改名，即摆这个名中文的名，大陆的迄个专家用，啊，所以要改名，这就看大家啊，意见改名嘛，啊，但是伊个本来迄个英文名是无改的吼，英文。哦。这英文名本来就甲米无关嘛，吼，啊，所以顶头是发现的这个人，哦，因对于这印尼话吼来翻译的啦 ，Bangkrek 就是去甲压落去吼，这个字压落去取这个名啦，所以对因来讲，因自然就去想着讲啊，这就是天贝嘛，啊，但是对咱来讲就无意义啊，吼啊，所以这个名吼，现在呢。所长，你搁留伫线顶，我念了现在就写过来甲你请教吼。我首先要来请教着咱这个林老师吼，你敢有赞成改名？我觉得现在的重点不在于改不改名，哈，因为这一个米酵菌酸是大陆那一边啊，他们当初是因为呢去那个米酵面啊，就是由玉米发酵而来的。那所以呢，它这个米
来自于是说它的玉米。啊，伊的米不是大米，是玉米啊。对，那莫桑比克的是小米引发的米酵嘛不菌株。是大米，还是小米。嘿，对。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把米改掉，变成椰，或者说是有没有变成其他的，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应该是厘清的源头，之后有没有再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由这个菖蒲伯克氏菌所引起的，甚至于这个米酵菌素它可能也会变种之类的产生的毒素。无得靠嘛，唔知。对啊，所以我觉得先把事情厘清之后，再来看看要不要改名。但是呢，以之前我们在做菌种的话，你已经先注册了之后，你要再改名，基本上已经较困难。嘿，对。哦，所以这要改名还个代志还个真济咧吼。但是我问一个好奇呢，你主家的人的手，20几号啊，19号发生的代志，20几号啊，搁伫伊的手，啊，就伊是这几工拢无洗身躯吗？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这些厨师或者说是这个餐厅的管理人员，难道没有共识？他们没有吃东西吗？那如果他手上有的话，啊，袂食入去，嘿对，啊，伊无代志，对，其他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主食的那一些人，而且还浓度那么高，被人家吃进去。哦，这看还真大问号哦。那林秘书你安怎看？好，这科学破案啊！迄个师傅的手有验到迄个毒素，唔是讲表示讲，那是讲伊这个毒素的量可能足少啦，只是表示讲，这个师傅咧有摸到迄个有这个毒素的食物，所以原来迄个食物可能迄毒素足悬，所以有别人食了会中毒。啊，伊本身来讲，伊是念到尔。迄毒素足少的，所以伊本身应该无啥问题啦。当然，我是讲，咱来讲，是安尼伊拢无咧洗手哦。我毋是讲无咧洗，无可能无咧洗手啊。伊嘛是爱洗身躯，爱洗手啊。是啊。所以伊这表示讲，伊迄工吼，来采检迄工的前一工，还是讲当工，伊应该各有摸到迄个有即个食物的物件，还佫调理的。所以代志发生了后，伊即款杀人凶手，还佫掺在有可能伊餐厅内面，因为咱普通来验啊，咱验指甲内面啦。指甲内面这有当洗较袂到啦，吼，咱个指甲内面洗较袂到的所在验较有啦。啊，你若加验手盘这吼，咱普通洗手吼，普通会洗掉的，会较少的。但是你若要真正要验迄指甲内面，不管你细菌也好啦，还是要毒素也好，你验内面，这洗较袂到的所在验较有啦。啊，伊本身验到这个毒素。我讲伊迄毒素较少，我讲伊若真正食物件，伊污染着伊无代志啦，因为量少嘛。有包括有洗过手啦，有啥物，搁洗手啦、洗身躯过，所以伊的毒素应该是足少的啦。但是食物内面的毒素可能足悬的。啊，遐毒素就是互食了重伤的人、迄死亡的人、去重伤的人、遐个人食去的。啊，落尾就采检拢无啊嘛，因为你一批一批的食物无共款嘛。所以咱有当时咧讲，像咱的不管咱们药物来食物，拢会讲，哎，对一批有批一个批号，哦，一批是啥物号码，啊，一批啥物号码，所以咱若讲发生啥问题，咱会当去查讲，哎，一批拢有问题，嘿，啊，伊甲迄个食物来，药物拢爱摕掉，哦，就是安尼来的嘛。是。所以但是我是讲，大家免惊啦，我是讲，上危险的时阵就是上安全的时阵啦。安怎讲咧？即马大家吼。家户的平时的较早下几啊工拢等遐家己啊，无人敢食啦。所以你免惊啦，阮太太嘛是安尼讲，伊讲哦，伊平时内面下2、3工，伊都等遐家己啊，伊毋敢去食。过暝都即摆都毋敢食啦吼。所以几啊条嘛无人敢食啦吼。啊，迄个啥物，反正我迄个米做的代志，还是讲椰子的物件，大家拢无啥敢食。但是其实哦，即摆上安全啦，即摆去食哦，拢。咱就讲发生一个交通的事故，飞机若发生啥问题，迄阵的安全检查特别安全，特别严格啊。所以我感觉即摆来讲，应该是上安全啦。当然，大家一个心理现象，咱会惊嘛，讲哇中毒，啊我若可以食了，迄要安怎？啊，其实大家惊到要死。你讲卖迄个几啊条的人，咱嘛惊到要死，伊嘛赶紧甲迄过1、2工，赶紧等下到，伊也敢搁发生这个代志，发生代伊赔袂了啊，破产嘞。
你互一个人食到死去，食到你住院，你爱赔偌济钱？啊，你爱用花偌济钱？所以即摆上安全的时阵啦，但是过10嘛吼，大家佫袂记了，可能会发生啦。是，我要请教咱的营养师吼，你会当甲观众朋友小来，算做卫教啦好啦吼。咱平常时吼，若是胖啦，还是这种美食啦，放伫室温内面，那么到底要紧无要紧？吼啊，乃至到讲，来即摆有人去推论讲是因为即个鸡仔条有迄个 starch， 有即个淀粉，吼，所以呢啊有外面有即个菌，即个菌来啊有即个环境，因为要产生即个毒素啊有3要件，你会甲咱讲个清楚者。好，首先呢，咱亲像咱的饭啊，无就是咱的胖啊，是足侪人平常时都会食的物件嘛。吼，但是咧，伫较冷的时阵，亲像冬天的时阵，迄温度无遐尼悬，吼，所以咱可能买回来了啊，就是你可能无食了，你就放伫你的你的厝内菜厨啦，啊。过一工你可能会搁食嘛，无啥物问题。但是天气愈来愈热，啊，愈来愈热了后，就是咧咱这细菌啊，伊繁殖能力的变得足紧的。所以即马咱的便当哦，其实伊的餐盒顶管拢有写讲隔餐勿食，就是隔一顿你就莫食，你一定爱放伫冰箱内底，啊是你要食的话复热，因为呢，大部分咱的就是讲落屎啊，是啥物大肠杆菌迄种，伊拢是加热的时阵，伊就会死去，高温就会死去。但是即届的这米卡抗酸咧，这个菌啊，伊就是无加烧，吼，所以咧，平常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这物件你也是食无了，你就是放冰箱，啊，摕出来要搁食的话，你要复热，嘿，爱搁煮一遍，安尼就是真安全。好，但是物件嘛，莫放2工、3工、4工，因为第一，伊的营养的愈来愈少，啊，第二，伊可能有较悬的机会，伊内底的菌就较侪安尼。冰箱嘛是莫放足侪物件，有人的冰箱拍开哦，就足侪，全部拢塞满满，啊，安尼的话吼，伊的温度都无法度保持它的新鲜，安尼。是，我解释一下吼。这个菌吼惊烧，所以煮会死。但是迄个毒素唔惊烧，你甲煮，伊毒素还搁伫的，所以这无共款哦。你若加热，用我100度，迄细菌会死去无毋对。但是毒素袂歹去哦，毒素还搁会当互你倒。所以遐个食迄个什么迄个河粉啊，是个迄个鸡仔条迄哦。因毋是无煮烧的哦，你毋是白人啦，我讲毋是，人客只爱拢是烧的啊，啊是安怎伊会中毒？因为毒素毋惊烧啊，细菌会惊烧，毒素毋惊烧，啊所以即个细菌已经伫遐吼，生足侪啊制造足侪毒素出来啊，你佮甲煮，甲细菌煮死去，毒素还伫的，所以遐个人拢食烧的物件，伊嘛是中毒就是安尼来啊。哦，所以这个不共款咯，所以足侪毒素是唔惊烧的哦。这要请这个林老师甲咱讲一下毒素，啊，甲这个菌，尤其在即摆，这是什么关系？哦，其实基本上有没有发酵，这个菌呢，它会身体啊会产生一些东西，对，就像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的发酵场，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我们就是一个菌，我们必须要吃进东西。那吃进东西之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是不是会打嗝？那就是代表有没有我们的食物已经在我们的肠胃道里头发酵，对，所产生的。那之后的话有没有？我们就会有一些代谢物排气啊，会排下。对。那在这边的话有没有？你就把它想象成。这个仓普伯克氏菌就好像是我们的人一样，对。那它呢要存活，就要有4个，就要有4个条件，对。第一个的话有没有这个温度要很适合它？第二个的话，它要有一点盐度，对。然后小较咸，对。然后第3个的话有没有
它也必须要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环境，就是它的酸碱值要中性，对。然后另外，当然也要有2天的时间，就好像我们吃进去东西要到排泄的话，也不是说有没有几个小时几分钟，对，至少必须要隔夜。伊爱2天才有它产生毒素。对对对。那所以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但是，他昨下林秘书所讲的，伊这入来身体需要几度的温度，伊会动入吗？所以这次才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找不到菌，但是呢，我们却找到这么高的毒素在里头。那可见的有没有是某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包庇？像以前呢，我在那个林业试验所，那在恒春那个地方哦，那个夏天的温度常常40几度。那40几度的话，奇怪，那个荷啊、花啊，怎么都不会死掉，还会继续的开花。那之前的林业试验所的所长哦，他有提到一个论点，就是他们有发现到一个地方，就是说那个河里头哦，水分虽然干了没关系它的河哦，它会去保护它里头的那个失水。嘿对。那如果阳光之后，阳光减少，或者说是热气，或者到了晚上的时候，它里头的水分有没有在慢慢的蒸发出来，去滋养它整个的其他的花的其他的一个部位？那所以是不是有哪一个环节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头，有产生这一个汤普伯克氏菌它喜欢的一个环境？那又再加上有没有可能它的温度，或者说是它某个条件并不适合？导致老师，这唔是应该是22度至37度的环境，伊才有通生存嘛？对啊。对。所以伊是先产生着毒素，互伊死去不要紧，这妈妈死去不要紧，但是伊这毒素已经加入来，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才在说那个溯源要很去了解到底哪个地方有这个菌的产生，不然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这无母无囝呢，对不对？这毒素是伫食物，因为下伫伊个室温内面，伊就制造足侪细菌，做者细制造足侪细菌了，会产生足侪毒素出来嘛。所以你有看遐个得病人，无一个人有培养到细菌哦，表示伊毋是食迄个细菌入面。伫遐伫咱的腹肚内面制造毒素较中毒的，伊是直接就食着迄毒素入面的，直接就食毒素入面的。迄个食物菜伫遐，比如讲，伊无下伫冰箱，伊下伫室温内面。你室温内面细菌一直愈来愈侪，伊咪制造足侪毒素。所以你佮炒菜，细菌死去了，毒素还低的，你互人别人食伊就中毒啊。所以因是这病人是食着毒素，毋是食着细菌入面。去肠仔内面，佮制造足侪毒素出来，较互伊中毒的。是啊，这无共款哦。所以你看，逐个人拢去采检，伊拢会去采检嘛。这无一个病人有采检到这个细菌，但是采检有采检到毒素，无采检到细菌所以这意思无共款啦。是，我要来请教线顶咱的廖所长，我甲你请教咱咧做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加热，有当时加压，压力有当时抽真空，创啥，拢有当时这食物本身这材料，拢会产生一寡毒素，或者是甚至咱来话甲发酵。恁拢大部分拢是安怎处理这杀菌，还是去除这个毒素的这个过程？这食品的制作过程当中有你若讲要做一个较好的这个过程有几个原料。第一就是伊的原料要好，就是你原料要入去来做这个加工是入来厨房要做伊，这原料本身就要好。譬如讲你这个玉米啦等等，你若摕到迄个原料已经就歹去啦，所以你后壁较哪注意嘛，无法度。这第一原料好。第二就在做的过程当中譬如讲你还有温度较悬的，就甲迄个一寡有害的细菌甲这个消灭掉所以这个常常用的好，所以咱咧煮饭煮菜是炒这几啊条嘛共款，你就用真悬的温度炒落，一寡普通的
细菌普通就死啊，拄则迄个咱先摆讲的吼，就是这个细菌会死啊，但是有一寡细菌产生的毒素吼，伊用奶。用忍受到100度、120度，伊嘛是要迄个有迄个毒素的迄个力量伫遐。啊，所以讲普通咧食，我相信即个过啊条是擦了迄细菌拢死去啊，剩遐毒素。啊，毒素来食就是啊，所以伫咧过程当中，拄则讲咧温度较悬，就是甲细菌弄掉。啊，但是讲有一寡毒素无法度啊，无法度啊，普通也有一种咱即摆看到迄果汁有即个。拄则咱主持人讲的高压吼 ，HPP， 这种的就是讲，我莫用较悬的温度，吼，啊用迄个压力互伊，安尼嘛是甲我细菌甲压力足悬的，啊，甲细菌死，安尼这个果汁的迄个气味较好，风味就保留较济，莫因为咱温度上悬，迄果汁的迄一寡味拢走掉。啊，所以有足侪方式来做这个加工。啊，加工的本身就是涉及加工过程当中袂使有一寡细菌污染伫加工的过程内底，所以这嘛共款啊，就是锅仔内底伊工厂做可能无问题，但是来甲厨房咧做的过程当中，你嘛是爱注意的。厨房内底，比如讲，该用冰箱冰的就爱冰，要煮的时较提出，这足重要啊吼。冰箱4度冰啊，是冷冻就爱冷冻，冷冻就爱冷冻。这温度的控制是对这个细菌的这个生长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啊煮好物件，也是还未煮放到遐，啊放伤久，就安尼只细菌落，啊就有法度伫面顶咧一个生长就有可能产生这个毒素。啊，这个菌产生这毒素是台湾算是食品内底第一届记录来发现到。所以这以后就是讲爱用啊迄，因为这个菌甲这个毒素并毋是咱食品内底咧普通是大概拢爱检查。咱普通较常的检查就是大肠杆菌啦、吼沙门氏菌迄种会较会，啊，这种菌较少会发生。啊，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食物件这个风俗甲文化甲外国无同。比如讲，伫大陆伊的玉米会发达10天至20天，啊，迄就是有惊大机会互这菌落。咱台湾种玉米，咱无人会甲玉米搁摕遐发达10天20天较来食无嘛？咱台湾是当种450万吨的玉米入来，90%拢做饲料嘛。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问题，这食物件文化真重要。台湾的传统的文化内底，其实这只菌袂入嘛。这只菌是袂记啊，伫这个东南亚啊、大陆时开始去做这玉米啦，也台湾我去食呢，所以这是这种毒的方式，台湾以前无，就是以前。啊，但是台湾即马愈来愈国际化，国际化了，这个东南亚啦，周围啦，咱这外籍新娘啊、外籍劳工进来，咱即马做这些餐厅拢是按外国爱入来是，啊，就说就是要食物件文化慢慢改，所以就食起有一寡。譬如我常讲咱台湾传统的这个食品，其实是无食咸的，无食咸的啦。啊，其实是尾啊有2段时间吼，咱有在拄中国大陆足济迄个四川的迄个阿湖南啊，迄个料理落咸入来。啊，2000年左右咧，东南亚一寡。咱人民过来食，啊，就过一寡迄个咸啦、汤啦入来，啊，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咱物件文化，渐咧改，渐咧改时对这个食品的种啊个比以嘛，爱眼光搁较悬，搁较多方面的来做这个风气，安尼较以后这个标啊。是，所长，我要补问一个问题吼，你头下讲。你讲台湾传统的这个饮食的习惯，这只菌应该是未出现在台湾，吼。是。但是即马出现啦，吼，即马应该会当确定讲，伊是出现在咱生活当中啊嘛。是。啊，这以后，咱要安怎来防范？还是讲，若要煮食的时阵？应该如何来监察讲？这个物件安怎处理才袂产生这个问题？
是啦，这就较重要。讲这只菌吼，伊是要产生，就是讲这个疾病中毒，主要强调是要菌有出现，菌有出现了，啊，佮伊这个菌伊嘛爱生长爱一寡营养，伊这是用淀粉，啊，淀粉主要咱即摆大家拢知，伊主要是玉米啊甲椰子吼、亚籽这几项，因为伊内底迄个油的成分，伊伊迄个成分，伊内底会来做这个成长，啊，所以讲吼，玉米等等，啊，咱台湾就较无，啊，即摆慢慢有的是，就是讲咱以前的粿仔条啦，米的迄个产品等等，永远拢100%用米，啊，则渐渐啊，米以外掺一寡玉米的淀粉落，啊，渐渐伊就有即个机会啦吼，啊，但是重要，我讲即只菌其实在里面要。伫内底要发，伫食品内底发需要时间，啊，佮需要迄个条件，所以并不是太容易。啊，咱要做的是，就是咱个制作这个食品的过程中，不管是工厂，还是伫咱的厨房内底，拢要注这个卫生。啊，这个卫生要做的是，其实政府有足侪这个阮讲的讲 HACCP 这个原理，啊，拢有去辅导这个餐厅等等。啊，这个天顶就是讲继续来，因为餐厅实在是太济，并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受到这个训练，啊，所以这就落去是就是，咱做的是我讲的，从咱这个要煮食迄个原料入来，吼，原料入来爱好，啊，这入来了，你要安怎保存？入来是爱冷藏就冷藏，冷冻就冷冻，这足重要。吼，用温度来控制这个微生物，吼，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卫生习惯，这等这东西啊，所以规个环境内底，这拢有一定的，国际有这个建议，咱政府其实地方卫生局嘛有这个建议，啊，都是讲大家爱做。啊，佮内底一点，我咧讲就是讲，咱即摆这边咧就是讲，这食安要好吼，就食安这个文化。所以最近就说，你好，唔是讲一定我逐日去甲伊检查，去来检验就好，无唔是，你一定爱这个食安文化，就是讲，咱这个。每一个人咧做这个食品等等，我这个习惯就变到是讲我卫生安全习惯变到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安尼咱的食安文化好，食安文化好，啊，其实这规个就好。这是加重要的代志。就讲咱咧有关起来讲，唔是讲我逐日来咧检查，逐日去抽检。逐日去检查抽检，这是爱做，但是爱互咧规个民众民众的食安的文化爱压悬起来。压悬起来，规个咱的标准就起来。比如讲，咱戴口罩，这文化就做掉。咱台湾有戴口罩的文化，叫咱戴口罩，咱戴口罩。你美国人，你叫伊戴口罩，伊无这文化，所以伊就反对讲伊要戴口罩。好，啊，就是讲这个文化，就讲咱食品安全啊，变做咱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啊，文化就压悬，还得看是咱。所长讲这点吼真好，感谢所长。我煞来要请咱营养师吼，甲咱讲。咱的食品的食安文化，咱食食的文化吼，其实我坦白讲，咱还佫真侪眉眉角角，拢我无注重了吼。这头一个，你请你来讲。啊，第二个就是讲，咱平常时家己厝内会当试物件啦。咱家己试物件的时阵，这是安全啊无安全，这两个问题。好，第一个就是咱的。平常时的食安的文化嘛，吼，就是讲第一个，也是你有餐厅，吼，亲像我大学时阵去打工，去素食店打工，啊，你得爱体检，吼，体检你一定爱体检 A 型肝炎，因为迄是你也是你包汉堡啊，或者是夹炸鸡、夹薯条的时阵，你有可能，吼，就这样子污染你的食物，啊，传染互你的客户。好，所以体检一定爱，来呢定时你拢爱去洗手，对，再来呢戴口罩，好，即马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即马大家拢会有习惯。搁有一个就是咱爱用，亲像拄仔有讲过 HACCP 嘛，那个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餐厅都可以去有这个 HACCP 的这个认证啊，伊得爱符合就这眉眉角角吼，亲像你进货的这些食材，你袂使放里涂骹，因为涂骹是上垃圾的所在，有很多的菌掉落，所以你一定你的层架你就要架高一点啊。冰箱呢得爱符合冷冻的爱-18度
啊，冷藏爱7度C， 要在这个温度以下，以保存的较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讲，爱用200 ppm 的消毒水去消毒你的那个调理的台面。嘿，啊，200 ppm 的消毒水大概就是10公升的水加40 ml 的漂白水。其实你平常时你处理拢会使安尼做。就是这拢会来消毒你的台面，但是你卖去消毒你的碗什么，还得再用像是消毒锅啊、热水啊安尼再来。老师，这我太会知影讲伊厨房有咧用这。我去食，我这食这个食堂啊，甚至路边摊啊，我也知影讲伊有咧用啊，无咧用。所以就可以去看这个伊当有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认证，而且也有一些人员都会去定期稽查，很重要。啊，这就变做讲政府爱做更较侪代志，才有通啊去稽查着，去，譬如讲夜市啊啦、路边摊啊啦，才有通啊做较济啊。有当时啊，真正是足困难的，因为有伫餐厅打工过的知影，其实迄鸟鼠啊，无就是蛤蚱啊，这种物件真正是足济，所以老鼠啊这些物件拢是爱。我感觉是家己这个头家伊敢敢食伊家己的物件足重要。有一些老板伊唔敢食伊家己做出来的物件，因为伊知影伊的原料可能无好，伊煮食的时阵可能无卫生，嘿。但是这个头家这个咱要安怎觉察呢？咱平常时去街仔路去食物件去创啥，咱也无法度看到啊。所以我咧问的就是讲。咱的食品安全，食安呐，讲足重要，足重要。但是这方面，政府必须要有啥物作为呢？你认为？政府哦，我感觉应该爱，我感觉头拄讲的这啊，其实是你参像病院啊，或者是安怎因法规比较严格有规范，但是平常时小吃店不然。餐厅可能无，所以其实嘛是爱有一个可能一个证明啦，以后咧也是有访查过 ，OK， 符合这个安全，符合卫生，互伊一个证明，让消费者嘛知影。公权力也是爱入去啦，嘿啊，我感觉你也是赞成啦，安尼嘛是好。另外，咱处理咱家己咧食物件咧发家物件。参像我家己啊，就爱食优格，优格嘛，就是利用牛奶啊，有乳酸菌入去，发酵个大概12点钟，伊就会变成优格。啊，优格就健康，因为迄对肠仔嘛就好，健康就好。但是咧，你这是一个发酵的原理就是讲，其实咱的空气内底无就是咱的食物内底，伊拢有天然的好菌。嘛有坏菌，但是这个时阵呢，好菌就是这个乳酸菌，伊食了这个牛奶了后，它长得很好，伊就会产生这酸性的环境 ，pH 值较低，啊 pH 值较低的时候，这些坏菌伊就无介意，伊就死去，嘿，所以这个时阵，这个优格的好啊，内底拢是满满的好菌，但是这个好菌等袂死掉，那袂死去嘛是会哦，伊可能4、5天。生到足悬的时阵，伊就开始死啊。所以咱讲，你做好的这啊，上好就是5天，一礼拜食好完，安尼你的营养保健就上好。啊，头拄讲过，迄泡菜啊，你做的时阵，你会打参像大头菜啊，无就是小黄瓜，你会切的，你会先用这盐带酥酥的，对不对？啊，酥酥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这个菜有出水，生水。生水，这个时阵就是伊的渗透压就悬的，因为盐就咸的，好，所以咧菜咧伊就会生水，啊，你的菌的细菌伊嘛无介意，伊就死了了。啊，这个时阵你较去加这醋啦、加糖啦、加你爱的辛香料，这是无问题，因为这个菌内底已经死了了啊，对。但是其实咱的生活中有足侪是菌。产生的好的物件，参像日本人上爱食纳豆，对不对？那个也是发酵的。还有咱做胖的时阵，你会放酵母菌，迄嘛是菌。
所以我感觉可能即届啊，因为食物中毒，大家拢足惊这菌，但是其实嘛爱知影哦，咱的日常生活中有足侪是菌啊带来的好东西，参像酒啦、优酪乳啦，搁有醋，醋其实嘛是，吼啊味素啦，哦纳豆啦，吼这些拢是，还有什么臭豆腐，哈，这嘛拢是发酵过后的物件啊，内底可能有一些对人体是好的乳酸菌安尼。啊，这讲到菌哦，我也是要请林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吼。阮的这个同事咧问啦，讲吼，迄食迄个起司吼，顶头有生菇的啦，哦，青草啊色的啦，啊有蓝色的啦，通食啊唔通食？我拢讲足好食的啦，啊，但是其实我食起来是咸笃笃，吼，啊，这好也歹，啊，想讲林秘书也讲，啊，咸笃笃这绝对无问题啦，啊，这是安怎想这项代志？我还是觉得有没有自制的话，除非你很确定它不是一个污染的环境，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蓝起司，蓝起司基本上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起司。那其实它如果裹在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海鲜或者说是牛肉上面，它可以发挥它的风味，其实是蛮不错的。但是当他们有没有老师你内行哦，我知影裹伫牛肉顶头哦。但是当他们要出产的时候，他们的蓝起司是有经过消毒的。哦，杀菌可以。对，有它的杀菌不是说有没有像我们那个什么很多的那个压力，他们其实有给它照一些那个 X 光，然后让细菌可以稍微的，就是它里头的坏菌可以让它不要那么的，让它的坏菌可以不要滋长这样。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不是普通人会当做的。对，那一般的起司的话，当然就是牛奶它发酵之后，那蓝起司要有特别的一些环境，它才会长得起来。啊，即马吼，真侪高级餐厅啦，那林秘书唔知有食过，真侪高级餐厅拢强调讲，阮这个牛肉是熟成的啦，吼，华语讲熟成啦，熟成的啦。啊，其实我看过迄个，唔管是单色的熟成，吼，湿式的，还是大色的。迄其实放久了，顶头拢是盐吼，会生菇的嘛，会腐去的，拢爱下掉啊。好，哦，尤其若是低的迄个火腿啊，然后去生的，顶头拢有生菇嘛，那下掉啊。所以我们之前在制作的时候，有些人他会添加一些那个亚硝酸盐。或者说是它上面有没有涂的盐巴会比较厚，其实都是防止那个坏菌。但是我他讲的熟成的，迄完全无呢。因为它放在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环境里头，让它的温度，还有呢，它可以逐渐让它的水分达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开始有没有进行那个转变？那我们一般的环境之下，如果你就是在现在的环境拿出去外面这样子做，一定会塞沟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沙西米，沙西米有没有？沙西米的话，如果说是远洋渔船，其实它已经帮你保存它一薄的时候，已经帮你放在还冷冻起来。那个海鲜线虫的话，它基本上在负20度C 的话，对，它会死掉。所以呢，人家说现捞的不一定好哦。对，现捞的不一定好。对，因为它像这种海的，它已经帮你保存在很冷冻，那它们的里头的细菌或者说是那个海线虫都已经死掉了。那你在切的时候，因为温度比较高，其实很多的厨师都会希望你能够它端上去，你就可以呢马上食用，不要有没有拍个照啊。基本上呢，其实里头的细菌可能就已经滋生了。那其实透过这次的事件台湾的米一直产量都很足够，而且呢有过多，所以可以请大家多多吃米饭啦。对，吃米饭，因为米饭绝对不会有这个唐汤姆伯克氏菌所产生的米酵菌酸。那因为我自己来自于板条的故乡美浓，那美浓的板条或者说是我们台湾的板条都是再来米，也都不会添加这些高脂肪酸的玉米淀粉啊。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修饰淀粉进去里头，所以在米然后呢制成的这些板条类
其实应该都还蛮安全的。哦，食落应该是袂要紧啦。但是我还是想要问吼，那有诶沙西米吼，伊是放熟成，放伫冰库，嘛是无冷冻哦，放超过5-6天，再摕出来切，再摕出来食，这安尼敢安全？不安全，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研究报告，还有呢，我们自己有去测试它的细菌滋生，基本上有没有你放在冷藏。只要超过2个小时之后，细菌就开始滋生。对，嘿，所以呢，如果你买回来的话，你要就是赶快吃完，不然的话你就是煮熟，会比较安全一点。煮汤煮熟来哈，来林秘书。冷冻温度愈低，细菌愈无法度生长嘛，愈无法度制造愈济出来嘛。啊，你若甲冷藏冷藏，伊的温度较悬一点点啊。当然，比室温来讲，伊嘛是生得较慢啦。所以现在咱物件下到冰箱，因为你温度。但是头仔林老师讲起来，放入冰箱无一定安全的哦。这是相对性的啊，生死的。比你下到室温内面较安全侪咧啊喏。你下伫温度愈悬的所在，伊细菌咧生出愈紧啊。所以现在咱冬天吼，话当然较少，热天话当然较侪，就是安尼来啊。因为你物件下伫外口温度较悬，伊要生较紧啊。啊，你若足冷的所在，伊无法度，伊要生足慢的，可能过足久较会当生1只变做2只，哦，啊2只变做4只，较慢嘛。哦，啊你若伫室温内面，伊足紧的，连1只变2只，2只变4只，4只变8只，足紧的，足紧的。所以我看咱嘛是爱下到冰箱啦，毋是讲下到冰箱嘛生细菌，所以咱就袂当下到冰箱，毋是安尼讲，这是相对性的啦，吼，吼，愈温度愈悬，愈危险啦，这是安尼来。所以你看咱伫咧北极，咱咧担心讲吼，北极的南极遐冰山内面是毋是有一寡细菌吼，还是一寡病毒吼，有一天会走出来？因为咱即摆气温愈来愈悬，因为了较早。足早，远古进前的迄个细菌甲病毒，是毋是全走出来？冰山溶为了，遐细菌是袂走出来，是毋是会变做人会发生一摆流行病出来？咱就咧担心，这嘛是咧担心啊！哦，是安怎？你是看迄个伫咧北极的永冻土内面，迄一款迄个什么枪，较早长毛枪，伊大地啊拢好势过来乌出来，伊袂歹去啊！伊冰伫咧足冷的所在，伊袂歹去啊，袂烂去啊。喜马拉雅山顶悬嘛是咧，足侪较早，迄个较早伫遐死的啦。但是这敢有保证讲，这个病、这个细菌，还是讲这个病毒啊，会当活？有可能啊。老师讲有可能。有可能啦，但是毋是讲。冇可能。对，这个事件发生在亚马逊，因为他们过度开发。以前很多那个部落，就是因为开发出来的那个菌种。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还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就是之前就是没有这些菌啊，结果呢，他们开挖这些菌种出来之后，很多那个部落有没有就这样子就灭亡了？你敢知咱的迄个天花叫做天珠哟，嘿，迄病毒虽然是咱讲世界可能无啊，无咧流行病，但是你敢知有一寡研究室还佫有保留这个病毒，啊，伊保留伫啥物所在？伫负70度的迄个温度的所在，啊，有一天若互人杀来做生化武器，有可能足侪人无见过这个水珠的迄个，毋是水珠啦，迄天珠的迄个用下的人，有可能有一天会佫着呢。这食的物件是来讲这流程糊搭搭啊，一项拢爱注意。但是头仔咱营养师也讲，这个伊也建议讲，咱国家应该爱对着这个。小食蛋也好，还是夜市啊，应该某种程度监管嘛。对。但是咱家己处理咧，我头仔讲的，要生物件也好，要食食也好，还是讲要食这发酵的物件。咱平常时摕罐头，有当是啥物譬如讲啥米梯啦，虽然毋是发酵的物件，还是生的这个花瓜啦，还是迄个。努力迄个海苔酱啊，这种酱类啊，这种物件，咱平常时安怎保存呢？其实咧，这种罐头类的是伊应该拢是杀菌了后封存，所以你得爱看讲你买回来你买的时阵你得爱看伊的挂倒有
泡起来，对，泡起来，是有泡起来表示啥物？你可能已经有空气走入去啊，伊就有可能有内底菌的开始生出来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足侪人可能就爱惜食物，伊煮了啊，伊无食完，伊就搁放冰箱，啊，搁摕出来食，搁放冰箱，搁摕出来食。啊，我家己是较无建议安尼啊。你若是煮一顿咧，你放一暗，就是过暝啊，隔工就较紧伊食了。我感觉安尼是较好，嘛较袂有其他的状况走出来安尼。安那罐头其他这种种类的罐头咧。即咱若开起来了后，啊，一摆食袂完啊，尤其迄种重咸、重油的物件。对，也是亲像罐头啊，无就是果酱这种物件对毋对？伊无可能一摆就食完。啊，这个时阵你着爱用清气的，啊，着无水的这种汤匙啊，无就是带伊捏出来，啊，你着会使配，啊，其他的你着带伊锁起来，啊，放入冰箱。嘿，无的话你会使。但是有人讲啊，这锁起来内面啊，佫有空气安尼，敢 OK？安尼是 OK 的，但是就是尽量，就是尽量较紧来食了。你莫讲锁起来了后，你都放足久，你来看到，还是你是用你有喙烂用过的猪，佮去来硬，好啊，来锁起来，放冰箱，啊，过一礼拜，对，一礼拜、2礼拜，因为你的喙内底有足侪细菌嘛。你得看到伊内底生菇，就歹去啊。李老师，我也建议有没有那个罐头，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建议就是先把那个食物有没有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这个罐头就可以丢掉，因为毕竟罐头的话它有双酚 A， 那另外它有一些马口铁，老师你讲呢，罐头有双酚 A 哦。嘿啊，它那个粘缝的那个地方，那所以呢，打开之后建议就是先把你要的食材拿出来，然后它里头的。不论是油或者说是水分的那个，就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去。那如果吃不完的话，有没有也可以用小的容器把它放在冰箱里头保存，会比较好。哦，所以罐头的这个接口呀，通常拢是双酚 A 哦。对，好。对。哦，这样所以打开之后，如果没吃完，很多人就会弄一弄，然后放进冰箱。保鲜膜包包还得塞进去。不要。对，规扣起来。对，因为你打开之后，你如果说是像一些罐头，如果有油渍的，基本上它就是会加速双酚 A 的产生。对。哦，也有这种的哦。那么其他，譬如讲酱料咧，迄叫我酱料，尤其是拢是发酵呀。吼，譬如讲有诶拢甲会发酵的物件的酱料，譬如讲迄个米醋酱，米醋酱会当。用一点啊，就甲放进去吗？因为那个蜜寿卷它已经是发酵过后的，那所以它发酵过后有没有基本上这是它的那个产物。那除非你是放在外面很久的一个时间但是还是建议有没有像有一些比较大罐的，还是先拿一些你今天要的一个量，不要整罐就是放在室外。这么久的时间，先拿一点，然后呢，如果不够，或者说是你这次要用的量先弄好，拿出来之后呢，下一次再使用。哇，这安尼，敢若想着讲，那餐厅的这个流程，伊会产生真济必须要改变或者是要注意的所在呢。对，我就是安尼啦，餐厅我讲你关完哦，你嘛无外一目睭去看了，对啊，无去在条上看。所以你爱有互伊。家己家己爱注意家己的环境，譬如讲你进前爱有啥物爱教，安怎做，较袂讲会产生迄食物中毒的代志。另外就是爱罚款嘛，你若无照安做，你爱罚，甚至你爱赔偿，你家己就爱注意啊。因为你家己的利益，你得爱家己顾啊，吼。我讲实在，咱大家慢慢食到要死，大家食到拢唔敢食。当然，你即个物件下哩，我温度较悬，会较容易歹。咱讲一个比例来讲，咱拢食过红酒对无？你红酒开了，你啉不了要安怎？塌落去，你若下带倒顶，你会当互偌久？可能1-2工就变做酸起来，变做臭起来，咱讲变做臭起来。你下带冰箱1礼拜、
差不多无问题，抑个真勉强。哦，所以温度有会当决定这细菌伊安怎变做制造偌济细菌出来。我当然有诶细菌会产生毒素，有诶细菌袂产生毒素啦，慢慢行到安尼袂困诶。哦，会产生毒素诶细菌呢，其实嘛袂讲足济啦。咱讲者，有当时伊产生毒素，对伊嘛是好代志。你看培利辛是安怎来？培利辛就是一款生果诶迄个物件，伊产生一个毒素，防止这细菌来侵占伊诶地盘啊。啊，这个细菌嘛是伊产生毒素，防止这个生果诶迄个细菌来侵占伊诶地盘共款啦。伊拢有伊武器伫诶啦，所以咱嘛。